这是给我盛的。这屋里又没别人，就来吃吧。谢谢。依然，我住在这儿，让你面对我，是不是你会觉得很别扭？没什么别扭不别扭的。我就是不想再去影响你的生活，更不想你心里边觉得不舒服。你是天乐的朋友，我们都一样，就当是合租关系呗。吃饭。拿着。这件外套，这种材料的不能放在洗衣机里洗。还有不同颜色的要分开洗，这白色的更不能跟着一起洗了。啊，我以前自己没用洗衣机，所以不知道这些。你要是知道就怪了。还有其他的衣服吗？还有几件。愣着干什么呀？拿过来吧。随便放。你倒了杯水。谢谢。你的饭做的真好吃。还有那个洗衣机，我以后知道怎么使了。还有依恋，还是在寄宿学校呢，是吧？他周末才回来呢。反正我跟这个小家伙接触呢，我觉得他特别聪明，也有艺术细胞。那我想，比如说钢琴啊、跳舞啊、画画啊这些，他都可以摄入了。那么，我正好有个朋友在上海开的挺有名的这种少儿艺术培训班，我想有机会的话带依恋过去看看，你看行吗？我主要是觉得依恋现在年纪还小，我不想让他上太多的课外补习班，还是以玩为主吧。以后学业越来越重了，玩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。也是，小朋友嘛，应该多玩一玩。天性解放。要不这样，那以后我们有空的时候可以带他去上海周边玩一玩，比如说昆山啊、佘山啊、崇明岛什么的。如果觉得远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带他去游乐场看看。有时间再说吧。好，有时间再说。我给你削个苹果。不用，你自己削着吃吧。你会削吗？什么东西都得有第一次。别划着手，太浪费了。你来，给我，快给我。给我吧。没事。我们回来了。电影挺好的吧？你俩今天进展怎么样？也谈不到什么进展，反正这一下午相处下来吧，我觉得依然呢，对我还算有感情，但就是也还有戒心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说是怎么把他心结给解了。
反正就我的观察啊，我觉着呢，他对你也有感觉。我觉得这样就行，你俩呢就是互相磨合，慢慢的靠近啊。我给你出一招啊，这周末我跟梅兰妮出去，有一整天的时间，你可以呢对那个依然好一点，让他有点感动，你明白吗？什么感动啊？这我教不了你，你从小是在女孩堆里头长大的，这你还不了解女人吗？不懂女人吗？我懂什么女人啊？我也没主动讨好过谁。再说现在依然这情况，你觉得用一般的招能有什么效果呀？招跟招不一样啊，就是一样的招，就是用的方法不一样，结果就会不一样。你好好琢磨琢磨啊。什么呀？说了跟没说一样。你今天跟天乐看了什么电影啊？我们今天看了2场电影，看的时候都觉得挺好看，看完都忘了哦。我记得男主演都特帅，就记住这个了。那你们今天在家都吃什么了呀？吃的我做的饭呗。啊，做什么了呀？有酸苔炒肉、西兰花、手撕包菜，还有一个麻婆豆腐。哎呦，好丰盛啊！好吃吧？好不好吃你自己不知道啊，没吃过似的。哎呀，那看来你们俩啊，什么呀？就更那个哪什么呀？你算了。行了，你都累坏了吧？看了2场电影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早点休息。怎么还带感人呢你？回去吧啊。晚安。不送你了啊。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啊！如果他们谈得顺畅，证明他们俩就没戏。你想一想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依然心里肯定还有少宇。哎，我是跟少宇说啊，让他想个招，想办法呢，让这依然呢感动感动。这我在行呀，哄女孩嘛，我给他出招。行啊，那你多出出主意呗。哎，你别给他俩搅黄了啊。还有，那周末你跟我出去呗。干嘛？你老跟家里头待着，他俩怎么发展啊？咱俩出去，我呢帮你找找灵感，好不好？行了，别回了啊，我睡了，晚安。今天谢谢你了，告诉我怎么试洗衣机。你也该学会自己做些事情了。我这人学什么东西都快，然后你放心吧，我很快就什么都会做了，真的。我累了，晚安。我累了，晚安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你也早点休息，做个好梦。